娘娘，奴婢只能帮您到这儿啦。哎，绿篱，绿篱，小丫头片子，哼！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我怎么知道你会来啊？难道绿篱没有告诉你吗？我早就派人通知了你宫里，说我今晚要单独来见你。这个死丫头片子，害死我！没错，他是和我说过，只不过……怎么？你竟如此心急？看来你不仅忘了父母是何许人，把女德也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要不是我想跟绿篱，